孩子的爸爸送过来的吗？嗯。你拒绝他了？嗯。什么星座？水瓶。什么血型啊？AB。纠结。哪儿人呐？山东。周。不过，疯子，你跟我这么一算，其实，哎，你俩挺合的呀。是啊，我也觉得挺合的。但是有一点啊，跟你一样，活好不粘人呐。玩完一次，人飞了。呸！那说明你活不好是吗？我活还行啊。嗨，我算是找了根儿。哎，你说疯子呀，疯子，你说，你跟哥也这么多年了，这夜场也去了不下几千个啊，为什么？哎，但凡有5个妞在场，至少有3个半扑我，为什么？男人在这个时候，我跟你说，靠的绝不是长相，不是个儿，不是胸肌，哎，你知道，靠什么呀？你哥也没别的什么特长，你就是回床率比较高。回床率这事儿我跟你说啊，不用你去炫耀。但凡有1个人说牛逼，哎呦，这一片哎全知道。等到那时候，你就等着他们贼你。女人都是什么呀？哎，她就是块糖。吃过糖吗？吃过呀。怎么吃？用嘴吃啊。废话，搁屁股那儿手指。你要，你要把它捧在手里。